之前160萬，而家80萬總價就去攞低市中心最靚嘅湖景大平層啦。嚟感受下呢啲景觀，8米嘅陽台睇出去就係無敵嘅湖景，整個環湖跑道都有4公里哈。哇晒！呢一套就係126平方嘅橫廳大4房，客廳開間都有6米闊，南北通透嘅板樓，呢邊仲有一個次陽台。餐客廳成為一體，6人嘅餐位旁邊就係半開放式嘅廚房。交樓嘅時候帶推拉門嘅，入門口嘅旁邊就係公共衛生間，仲有書房嘅位置哈。景觀都係非常之靚嘅，睇小區嘅湖景，再次感受下咁靚嘅客廳，仲有陽台，你覺得哇唔哇晒呢？哇晒！首付3萬蚊咋就可以拎包入住，月供大概係4000蚊左右啦。兒童房。仲有客房、主人房大套間，主人房大套間咧係帶有270度嘅飄窗，睇出去依然係咁靚嘅湖景。咁帶有獨立嘅化妝間、衣帽間，仲有私家洗手間。樓下就有直達翻香港嘅業主樓巴，1蚊雞就可以坐直達車翻去拱北口岸。